这次终于来体验色彩鉴定啦！一踏进门市，就感受到明亮干净的环境。柜台人员说明完成后，就到座位区等待咯。现场也有提供非常多的衣服让你可以选择。开始鉴定啦！造型师会现场帮你做检定，告诉你适合什么颜色的穿搭。原来我是秋季人呀！谁化妆后如果脸很痒，也会这样用搓的。这次的妆容意外的超喜欢。更衣间很大也很好拍哟。开始拍摄啦！摄影师很专业，一下子就拍好了。拍完后现场直接挑片，但是都太好看了，现场直接陷入选择障碍。当天取照片时，会现场询问你还有哪里要修改，修的超专业。拿到照片时真的超惊艳，而且还有赠品，超级喜欢呢！那个小灯还会发光，超 Q。赶快来 HoloFace 体验一日 idol 吧！